新闻车先来看气象署伫11:30解读小犬风台的海上风台警报。明仔载开始就是双十连假。气象署指出讲，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明仔载到后礼拜一水气较高，各地会落雨。小犬风台扫过南部，侪侪所在拢出现灾情。随来风台拍算的扫对中国广东去，气象署伫咧中昼解读海境，各地风雨嘛豆豆转好。因来过来就是双十连假，拜六礼拜各地受到锋面含东北季风的影响，一直到后礼拜二，北部、东北部落雨几率较悬，其他地区天气嘛拢无稳定。挨到拜三的时，雨水才会较少。星期天到双十节这段时间，受到锋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逐渐增强的影响，所以北部、东半部地区整天云多，降雨几率比较多。至于迎风面的花东啊，还有恒春半岛、新竹、苗栗、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降雨的现象。随来各地气温的部分，双十连假时，北部、东北部较秋晴，大约25至27度左右；马祖是21至25度，偏乌金门是25至29度。因来华东地区中南部低温大约25度，日时分别会有31度和33度左右。气象署也特别提醒，虽然风台离咱愈远，各地风雨会变较细，不过沿海的风影有关增强。而台风逐渐离开，但是海面上风浪还是很强劲，提醒大家在西半部的沿海以及澎湖、金门、马祖还是有3到4米以上的浪高。沿海的强阵风也比昨天来的好多了，但是仍然提醒，像金门、马祖还是有8到9级的强阵风。这几日除了避免去海边啊，山区因为土木咸水较松软，可能会发生危险。气象署呼吁民众唔通上山。另外，气象署指出，菲律宾东边海面有热带扰动，不过后续敢会变作风台，要该继续观察。记者卢尚如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